各位精神，又係我啊！今日帶大家去水坑尾睇一個2房電梯樓，哇！上到嚟非常之光猛，望出去係有山景嘅，跟住房就向西南，咁啊有時約睇隨時 call 我。最死最鄉裏飄過萬里遙，再思再憶再想你，是誰還作長橋？從灰灰暗暗這角落，步向心窩中的你，交出的真心，偏偏你未需要。